哦，道歌了，调记那个一般的流行歌曲，或者是爱国歌曲、善歌。还要搜寻那个歌曲啊，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号，在自己YouTube 频道社群建立贴文发布以后有超连结，点按超连结。现在要点按第21项东念，哇，很快就出现了。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诶，影片资料库目录哦，歌唱的哦，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内容多丰富啊！要善用啊 ，YouTube 请帮忙建立了。那这个如何加入呢？加入自己影片播放清单呢？来点按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第2项，来点选勾选第2项，完成。那个清单是事先建立好的。